見和。道場入面嗰個荷官，佢手指令牌嗰下，你以為佢隨機，其實背後個編碼機制早就寫死晒。你講一靴牌得60幾手指，咁呢60幾手入面，莊贏、閒贏、和局比例係幾多？好多人成日掛喺嘴邊，莊路長，閒路穩。其實你連最基本嘅贏率括號都未搞清楚，就走去落重注，呢個唔係賭博，呢個係送錢。我而家將呢個數字劈開俾你睇，喺標準百富牌嘅百家樂入面，莊贏嘅機率大約係45.86，閒贏嘅機率大約係44.62，和局嘅機率就係22下左右。你可能話：咦，莊贏機率高過閒，咁咪即係應該一路買莊咯？我話你知，呢個世界冇咁着數嘅嘢。正因為莊贏機率較高，道場先至喺莊贏嘅時候抽你5下佣金，將呢個優勢慢慢唔食翻落嚟。計算落嚟，莊嘅莊家優勢大約係 1.06， 買閒嘅莊家優勢就係 1.24。呢兩個數字睇落好似細到你覺得唔痛唔半嘅，但係你要明白呢個唔係一鋪嘅事，係一靴牌60幾手，1晚幾十靴牌，一個道場1年365日不斷咁計落嚟嘅事。你贏一鋪係你嘅幸運，但你贏一世冇可能，因為條數學公式由第一日起已經寫定咗你嘅結局。至於和局，你千祈唔好探嗰個8賠1嘅高賠率而心動。和局嘅莊家優勢高達10數點4嘅，呢個數字已經唔係食你少少咁簡單，擺明車馬打劫你個銀包。何生嗰個年代，佢啲桌面設計得再靚，台布換得再新，呢條數學底線佢都冇改過一日。心理和，因為呢個世界上冇一間道場係做善事嘅，人哋起呢座大樓，鋪呢張雲石台，養呢班荷官，唔係想同你交朋友，係想同你交學費。講到呢度，我要同你講一個好多新丁都會犯嘅致命錯誤，就係將獨立事件同路子混為一談。你要記住，每一手牌開出嚟係唔受上一手影響嘅獨立事件。咩意思？即係話，就算之前開咗5鋪莊，第6鋪嘅莊閒機率任你學和，理論上都係差唔多嘅比例，唔會因為莊已經開得耐即刻要轉而有任何實質性嘅改變。和呢個就係好多人成日中招嘅道途教誤，以為個世界會為你打救，以為老天爺會可憐你，而見你輸得耐就派多鋪閒俾你翻本。我同你講句實話，呢個世界唔會可憐任何一個人，尤其是喺道台上面和。但係你可能會問，咁點解荷官成日話一靴牌入面有隨機性偏差？其實呢個先至係一靴牌嘅精髓所在，因為一靴牌得60幾手，而唔係無限次嘅獨立試驗。喺呢個有限嘅範圍入面，啲牌一路出一路減少嘢，佢個機率分佈就會有輕微嘅偏移。舉個例，如果一靴牌出到後半段，大公仔10點牌出得特別多人，理論上呢個時候閒家嘅贏面就會相對提高。呢個唔係迷信，呢個係真真正正嘅數學，叫做牌局記憶效應。可惜就係遲得和，好多所謂嘅高手連呢個真正嘅牌局訣號都冇研究過，淨係識得畫紅藍格仔，畫到成張路子密密麻麻，結果都係憑感覺，同盲人摸象冇分別。我認識好多
喺澳門摸爬滾打幾十年嘅老千王，佢哋唔屑講風水，唔屑講手氣嘅，佢哋成日掛喺口邊嘅就係設牌位同靴數訣稿。何生嗰個年代嘅葡京台面上面嗰啲老千王，佢哋唔係靠出千嘅，係靠對呢盤數學底層邏輯嘅深刻理解，先至可以喺長年累月嘅對東入面揾到自己嘅生存空間。唔係你今日想喺呢個戰場入面唔使成為炮灰，你就要放低你嗰份對運氣嘅幻想，拎翻個計算機出嚟，認認真真咁研究下呢盤棋。有人問我，咁係咪即係計翻啲牌就一定贏緊？我話你知，唔係二和。呢個世界冇一定贏呢三個字，只有贏面較高同輸面較低呢個概念。你要學識嘅唔係一個必勝嘅魔法公式，而係一套風險管理嘅思維模式。你要學識點樣睇穿造場入面嗰啲燈光、音樂、免費飲品背後嘅心理操控，學識點樣控制自己落注嘅籌碼比例，學識喺數學優勢企喺你嗰邊嘅時候先至出手，喺劣勢嘅時候忍手唔到。好多人輸錢，輸喺造技，係輸喺人性。你贏咗兩鋪，心就開始飆，覺得自己天下無敵，加大注碼。你輸咗兩鋪，又心急想追翻本，陣腳。呢種情緒化嘅落注方式，先至係摧毀你個銀包嘅真正好手。到場最中意嘅就係你呢種心浮氣躁嘅玩家。因為佢哋知道，只要俾夠時間你喺張台度坐耐啲，條數學公式激，自然會為佢哋收割晒你身上嘅籌碼。所以你今日聽完我呢一番話，如果你仲覺得自己憑一份直覺，一份所謂嘅手氣，就可以喺呢個由頭到尾都經過精密計算嘅戰場度全身而退，咁我勸你，不如趁早離場，拎翻啲錢去食餐好嘢，好過俾個荷官同莊家慢慢磨你嗰份捉抱心理。但如果你想真真正正掌握呢盤數學遊戲背後嘅生存法則，咁想學識點樣睇穿一靴牌嘅結局，想喺呢條刀口舔血嘅路上企得穩陣啲，咁你就要繼續聽落去，因為下一部分我會講翻點樣運用呢啲底層邏輯去建立你自己嘅落注紀律，同埋點樣避開兜場最中意設落嘅心理陷阱。20手係衝刺離場期，呢個階段先至係最考驗人性、最容易翻船嘅時候。好多人打到呢個位，前面贏咗嘅籌碼已經揼到成座小山咁高，就開始飆然，覺得自己已經摸清晒條龍嘅脾性，膽粗粗加大注碼，想搏埋最後嗰鋪。我同你講句真心話，呢個時候先至係周場最想見到嘅畫面，因為佢哋知道一靴牌去到尾聲，張台面經歷咗成60幾手嘅消耗，張牌嘅波動性已經開始收窄，好多所謂嘅規律其實已經接近失效嘅時候，你再憑前面總結出嚟嗰套邏輯去搏殺，同盲人摸黑落注冇分別。我見過太多老手，前面40手打得穩穩陣陣，贏到盤滿缽滿，偏偏就係輸唔起。最後嗰20手嘅心妍，佢哋覺得自己嘅眼光準過荷官洗牌嘅手勢，覺得自己一定可以喺呢手牌完結之前再刮多一筆。結果呢，往往就係呢種貪念，將前面幾十手辛辛苦苦贏翻嚟嘅籌碼，
喺最後幾鋪一鋪清袋，甚至倒殺落去。呢個唔係運氣衰，呢個係人性入面嗰份永遠填唔飽嘅慾望作祟。尾段20手，你要做嘅唔係加大馬力去衝刺，而係反過嚟收細你嘅注碼，甚至準備收工離場。呢個階段你最需要嘅唔係勇氣，而係克制。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今日入場嘅目的係咩？係想贏一個合理嘅數目，全身而退，定係想同動場對到最後一刻，動埋自己成副身家？如果你今日贏到嘅籌碼已經達到你心目中嘅目標，我勸你即刻起身，使你個荷官係咪仲喺度笑住問你要唔要多留一陣？你要記住，到場入面嘅笑容永遠都係計算過嘅。講到呢度，我要同你講一個好多人都會忽略嘅細節，就係靴數疲勞呢個概念。一手牌打到60手以後，唔止係啲牌嘅波動性收窄，而連你自己個人嘅判斷力都會開始下降。你坐咗成2-3個鐘，頭腦入面嘅葡萄糖已經燒緊晒，你嗰份專注力同計算能力前早和早就已經冇咗開場嗰陣咁重利。呢個時候你仲要死撐落去，同一個休息充足、精神奕奕嘅荷官對賭，你話邊個着數啲？贏。所以我成日話，同場贏嘅唔淨止係數學，仲有你身體同精神狀態嘅消耗戰。咁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如果我發現條龍喺尾段先至爆發，即係最後10幾手先至出咗一條長龍，咁係咪即係要放棄？我話你知，唔係話你完全唔可以參與，而係話你參與嘅方式要更加保守，你嘅注碼比例應該要縮到最低，甚至可以將贏落嚟嘅利潤先鎖起一部分，淨係用你原本嘅本金去搏。呢個就係我常講嘅只賺唔止蝕嘅心法。好多人試錢嘅時候就話要止蝕，贏錢嘅時候就完全冇諗過要鎖住利潤，結果一鋪打回原形，成晚嘅努力歸零，仲要倒搭翻自己嘅老本落去。我想再深入啲同你講16-8-4-4呢個黃金比例喺實戰入面點樣運用。呢組數字唔係死板嘅公式，佢係一個動態嘅參考坐標。當你發現一手牌打到某個階段，單跳嘅數目已經超越咗16呢個平均值好多，例如已經出到20粒單跳，但連牌數目仍然停留喺好低嘅水平，就要留意呢手牌好可能係屬於碎牌型，落尾出長龍嘅機會相對細，但係一旦出現連牌，就好可能會係短暫嘅2年3年，而唔係一條長命龍。相反，如果你發現單跳數目遠遠未到16，但連牌已經出咗好多條，甚至已經出過1-2條長龍，咁你手牌就好可能屬於黏性牌型，即係話後面仍然有機會再出長龍，因為個總體嘅比例仲未去到應有嘅平衡點。呢種對比參考就好似你揸住一幅地圖行山咁，你唔會保證自己一定唔會行錯路，但係你起碼知道自己而家企喺邊，仲有幾遠先至去到終點。反觀好多人打百家樂，連地圖都冇一張，淨係憑住個心情就落注，輸咗就話埋牆出千，贏咗就話自己天賦異掟，呢種心態先至係真正嘅悲劇根源。我喺呢度亦都要提醒你，
20-20-20呢個法則唔係一成不變嘅鐵律嘅喎，你要根據你入場嗰間道場嗰張台嘅實際情況去做微調。有啲道場嘅設牌位比較深，一手牌可以打到70手以上，勁。有啲道場為咗加快回轉率，設牌位就比較淺，可能得50幾手就要換靴。所以你要入場之前，第一件事就係要留意個荷官設牌嗰下，將紅色指示牌插喺邊個位置，粗略估算翻呢，手牌大概可以打幾多手嘅，再將呢個20-20-20嘅框架按比例調整翻做適合當前呢手牌嘅節奏。講到呢度，我知道好多人心入面仲有一個疑問，就係點解我要咁執着呢個3階段嘅劃分，而唔係一開場就跟住感覺去打幾學？和我嘅答案好簡單，因為人係一種好容易被短期結果沖昏頭腦嘅動物。如果你冇一個清晰嘅框架去約束自己，你嘅落注決定就會完全被上一鋪嘅輸贏牽住個鼻子走，贏就大膽，輸就縮沙。呢種情緒化嘅落注方式，先至係摧毀你銀包最快嘅方法。而呢個20-20-20嘅框架，就係逼你跳出嗰種即時反應嘅陷阱。用一個更加宏觀、更加理性嘅角度去睇待成手牌嘅完整結構。我入行呢幾十年，見盡咗風光同落魄嘅人生百態。有啲人一鋪贏幾百萬，笑到見牙唔見眼；有啲人輸到要問人借錢搭飛機返鄉下。呢啲畫面睇得多咗，你就會明白集台上面嘅輸贏從來都唔只係一個數字咁簡單，佢反映緊嘅係一個人對自己慾望嘅掌控能力。即係你今日學識咗16-8-4-4呢個黃金比例，學識咗20-20-20呢個作戰框架嘢，唔代表你就可以保證贏錢，但係起碼你已經比場內90%嘅鬥客多咗一份清醒同理性。下一部分心理學，我會同你講一個更加深入嘅話題，就係點樣運用呢啲底層邏輯去建立一套屬於你自己嘅落注紀律，同埋喺實戰入面嘅點樣分辨呢場切落嚟俾你嘅心理陷阱，等你可以真真正正做到全身而退，唔使將自己嘅血汗錢白白送俾嗰個永遠都唔會蝕本嘅莊家和呢隻字。喺做場嘅世界入面睇落好斯文、好中庸，贏又唔係，輸又唔係，好似冇傷害到任何一方咁。但你如果真係咁諗，我可以話你知，你已經中咗莊家最深嘅一層計。莊家做生意最怕嘅唔係你贏，係你唔知自己輸緊。和谷呢一鋪嘢就係最典型嘅溫水煮蛙。你諗深一層，你買咗莊或者買咗閒字，開出嚟係和谷，你將台面上嘅籌碼原封不動咁退翻俾你，你冇殺錢嘅感覺，甚至有人仲會鬆一口氣，覺得好彩冇輸。但你有冇諗過，你嗰10蚊、100蚊籌碼喺呢1分鐘入面，其實冇喺台上面產生任何嘅工作效率。你坐咗喺度咗一鋪牌嘅時間，用咗一鋪牌嘅時間，一鋪牌嘅精神，但係你嘅本金冇喐過，呢個叫做機會成本。同一時間嘅台面消耗咗4張、5張甚至6張牌，靴入面得返幾十手嘅牌，白白俾佢燒咗一手。時間和你嘅觀察時間，你判斷牌路嘅黃金機會，正正就係喺呢啲表面上冇輸贏嘅時刻，1分1秒咁流走緊。
心理學和。我見過好多客人成手牌打落嚟，表面睇落莊贏30粒，閒贏32粒，睇落好平衡，冇乜特別見和。但佢哋忽略咗一個數字，就係呢手牌出咗成7次和，7次和，即係話呢手牌實際可以俾你落注、俾你博弈嘅有效手數，已經少咗成20幾張牌嘅容量，可能得返50出頭手就要換靴。你嘅時間被壓縮咗，和你原本諗住俾自己3個階段，每個階段20手嘅從容部署，變咗要喺一個更加緊迫嘅節奏入面完成。呢個時候就會因為心急喺後段幾手加快落注速度，本來想觀察多幾鋪先出手，變咗因為感覺到快啲要換靴啦，就草草率率咁落咗一注大嘅，結果就係俾呢種被壓縮嘅時間感拖累咗自己嘅判斷。仲有一樣嘢我一定要提你，就係買和呢個選項本身。1鋪8聽落好吸引，好多新手一入場見到台面快牌9賠率表，寫住咁高嘅回報，就心思想搏一鋪。但你要知道和局嘅莊家優勢高達乘1乘4，呢個係我頭先都提過嘅數字，你要記住。和呢個唔係一個間唔中搏一鋪嘅遊戲，呢個係一個長期落嚟一定會唔食你本金嘅陷阱。有啲人成手牌落嚟淨係買和，淨覺得自己揾到咗必勝嘅捷徑。我見過太多呢種人，一開始贏2鋪開心到不得了，繼而愈買愈大，最後嘅結局贏和，10個有9個半係輸到見底。所以我成日提我啲後生仔睇路子嘅時候，唔好淨係睇莊同閒嘅比例，你要將和局都計落去。心和，你要問自己，呢手牌出到而家一共出咗幾多鋪，出咗幾多鋪和，剩翻仲有幾多手可以打？呢個就好似你潛水嗰陣，時時刻刻要望住個氧氣屈，睇下自己個樽仲剩幾多氣壓。如果你淨係顧住捉緊眼前嗰條靚魚，忘記咗睇氧氣屈，結束和。等到你發現嗰陣，可能已經嚟唔切浮翻上水面，喺深海入面窒息倒桌上面嘅氣，就係你嘅時間同你嘅本金，用完就係用完，冇得同莊家講價，冇得同時間講價。講完和局，我想深入啲同你講最後嗰20手，即係我所講嘅收尾風控期。呢個階段係全場人性最脆弱、崩潰得最快嘅時刻。你試想像下，你已經喺張台前面咗1個幾鐘，甚至3、4個鐘頭，你屁股坐到麻晒，你個腦不斷咁運算、記憶、判斷、乳酸不斷喺你嘅腦神經同肌肉裏面積聚。你嗰種疲勞唔淨只係身體上嘅，仲係精神上嘅。你嘅反應速度、你嘅風險意識已經同開場嗰陣完全唔可以同日而語。呢個時候到場最中意見到嘅畫面就出現啦。有啲人前面贏咗3皮、5皮，勁。去到收尾嗰段，心入面就開始諗，不如搏多鋪，唔能夠10皮先走，於是加大注碼搏1鋪大嘅。有啲人前面輸咗少少，去到收尾又心急想追翻本，覺得就嚟散場啦，搏1鋪翻本先走得安樂。呢2種心態其實係同一個源頭嚟嘅，就係你唔捨得就咁放低張台，唔捨得就咁承認今日嘅結果。但你要明白，你嘅意志力同判斷力和喺呢個時候已經去到全日最低點。你用最疲累嘅狀態挑戰
一個永遠精神奕奕、輪班休息嘅荷官，同一套永遠冇情緒嘅數學模型，你話邊個着數？爺爺，我認識好多喺場面做咗幾十年嘅荷官同主管，佢哋私底下同我講，佢哋最中意見到有客人打到最後嗰20手仲唔肯走，仲要加大注碼，因為佢哋知道呢個時候先至係翻本嘅開始，唔係贏家嘅翻本，係莊家嘅翻本，真正嘅高手。是啊啦，去到呢個階段一定會做一個好簡單，但係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動作，就係大幅減注，甚至直接起身辭。唔理個荷官擺出幾親切嘅笑容，問佢先生要唔要飲返杯嘢先走？你要記住，刀場入面每一個微笑和背後都經過精密嘅計算。佢想留你留耐1秒，你嘅風險就多1分。呢個世界有一個好殘忍嘅真相，就係賭場唔會走，張台唔會冇，靴牌打完一靴又一靴，永遠都有落場。但係你嘅本金係有限嘅，你嘅精神同氣數同樣都係有限嘅。和你唔好用你有限嘅生命、有限嘅本金去挑戰一個無限循環、永遠唔會攰嘅系統。呢個系統嘅設計者而一開始就冇打算輸俾你，佢哋要嘅唔係一鋪一晚嘅輸贏，佢哋要嘅係成年成10年嘅穩定盈利。你同佢鬥長命，你一定輸。我想同你講一個更加深層次嘅道理，就係你要明白，你賺嘅唔係平衡嗰筆錢，你賺嘅係波動嗰筆錢。浸深一層，如果一手牌打落嚟，真係莊閒對半開，一鋪莊一鋪閒咁交替落去，冇任何偏態，冇任何連牌，冇任何長龍贏。咁呢個世界上邊度仲會有賭場嘅存在？賭場之所以揾到食，正正就係因為牌局有波動、有偏態、有唔平衡嘅時候，前磨。而你想喺呢個博弈入面攞到利潤，你就要學識喺個波動出現嘅時候，順住佢個勢去行，唔好逆住佢去撞贏。但你千祈唔好誤會我意思，我唔係叫你盲目咁追龍，覺得自己可以睇穿一切，扭轉乾坤。你唔係神，我都唔係神，冇任何一個人可以100%預測到下一鋪嘅結果。我哋能夠做嘅，只不過係喺概率呢個汪洋大海入面，揾一個相對安全、相對有優勢嘅位置，順住個水流游，而唔係逆流而上，同個海浪硬碰硬。你要順應偏差，唔係對抗偏差。你要敬畏數學，唔係挑戰數學。呢篇嘢我由頭到尾同你講咗好多數字，16、8、44，講咗20、20、20嘅節奏，講埋和谷嘅陷阱。但你要明白，呢啲數字、呢啲法則唔係一條發財嘅咒語字，唔係你念完就一定會贏錢嘅魔法。呢啲嘢嘅核心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字，就係悟。你要從呢啲冷冰冰嘅數字入面悟出賭局背後嘅規律，你要從呢啲規律入面悟出你自己嘅心態應該點樣調整。最後你要從你嘅心態入面悟出一個人真正嘅境界。呢個境界我覺得就係2個字：知止。知道幾時應該停手，知道幾時應該起身摘和，知道幾時應該將籌碼做返做現金，然後頭也不回咁行出賭場道大門。呢個世界最難嘅唔係贏錢，係喺你贏緊錢嗰陣嘛，喺你以為自己仲可以贏多啲嗰陣，肯得落心咁話俾自己聽，夠啦，
今日就係咁多嘢。如果你今日仲係諗住靠運氣、靠感覺、靠求神拜佛去搏一鋪大嘅，我真心勸你，不如將啲錢留返買張六合彩算數嘢，起碼輸咗都係嗰幾十蚊，唔會傷筋動骨，唔會累到成頭家，跟住你捱窮捱餓百家樂呢個遊戲，這係俾有理智有克制力嘅成年人玩嘅金錢遊戲，佢唔會可憐弱者，亦唔會偏袒強者。佢只會獎嗰啲真正尊重數學、尊重規律嘅人。下次你入場之前，我希望你可以喺心入面默默咁將呢幾個數字念一遍：16、8、44、20、20、20×60。呢啲唔係咩神奇嘅發財符咒，呢啲係你喺概率呢個茫茫大海入面可以扶住嘅救生圈。保持你嗰份理性，保持對呢盤數學遊戲嘅敬畏之心，你先有機會喺呢個弱肉強食嘅博弈世界入面，似蝕和揾到一條屬於你自己嘅生存之路。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幾篇分享真係幫到你，打開咗少少嘅思路，記得幫我點個讚，抌俾身邊仲喺造海入面迷失緊方向嘅朋友，等佢哋都可以早日睇清呢盤棋嘅真面目，功德無量。呢個系列就講到呢度，祝大家下次落場都可以帶住清醒嘅頭腦、穩健嘅步伐，旗開得勝。但係我要講句真心話，比起贏幾多錢招和，我更加希望嘅係你每一次都可以平平安安、開開心心咁返到屋企，見到你嘅屋企人。